嗯，不错，就这么干。用不了几天啊，嘿，这个陈六子就撑不下去。嘿，要不是咱们青岛税少啊，他早就滚蛋了。都说这个陈六子有两下子，我怎么就没看这两下子在哪儿啊？你看着，将来他开张之后啊，跟他打交道的那些人，大不了还是那些乡下的小贩子，彪呼的。他那些货，甭说是发到外部去，就是本部这个布店啊，也不一定卖他那些破烂货。说陈六子厉害，那是赵东军在吓唬你，他的布全下了乡，根本就赚不着钱。前天我到布走了一圈，就没看见飞虎牌。怎么说的？哟，贾小姐来了。你这身打扮呐，让我一看着就模糊。当心外面进来人。你怕什么？这是咱们家，你怕什么？那要是你老婆也进来了呢？那正好，省着我跟她说了。掌柜的，咱这布染的不少，卖的不多，出货也不快。我看咱这机器啊，是不是停一停啊？六哥，要不然咱们也做点广告吧？我写了稿子，念给你听听。念。青岛大花染厂的飞虎牌染色布，不掉色，不缩水，红布似那关云长，黑布似那黑张飞。停！什么关云长、黑张飞的？你这都是不沾边的事儿。你说你这是哪跟哪？你这是见了丈母娘叫大嫂子，根本就不是一回事儿。六哥，我说家驹，咱现在的布大多是让乡下的布贩子给蹲去了，这帮人不但给的价钱低，要的批量也小，这不是正道，这绝对不是正道。这是过去我在周村时用的办法，现在是青岛，既有船又有海，过了海就是东三省。过去的法子现在看来是不灵了，共享灶王爷和共享玉皇大帝根本就不是一个共享法。我这几天一直睡不着觉，出去也看了4、5天了，咱这办法得改。照这么下去，别说挣钱了，不赔就不错了。那怎么办呀，六哥？我这几天琢磨着，咱要想干大，就得让商家有利可图。咱第一要抓住外部的大买家，第二让青岛所有的18家布铺都卖咱的飞虎牌。那谈何容易啊！孙明祖啊，在这经营了多年，那些客商呢，都是他的老主顾，怕是一下子拉不过来呀。他娘的，洋学生这么难对付，你都弄回家了，我就不信你拉不回来一个客商。六哥，这是两码的事儿嘛。什么两码子事儿？这男人女人都是为了钱，不为钱二太太能跟你？老吴，你别走。掌柜的，你别害怕，我不是对你，也不是对东家，我这是着急，我这是。咱们仨人得好好想个办法。我说家驹，你得改个地方住。什么？你说二太太跟着你吧，本来是要享清福的，你非要找什么共同语言，结果二太太福也没享上，你共同语言也没找着，你们俩是公鸽子碰上了母斑鸠，远看模样差不多，其实根本就不是一类。这样，你带着二太太去住渤海大酒店，看着海，谈着情，她又能享着福，你也能找到你要的东西，兴许能弄出个4、5、6的，费用算贵上的。六哥，你这是……哎呀，我这不是往外轰你，是让你干大事儿。我让王长庚盯了10多天了，孙明祖的客商一共分2路，从东北来的那一路下了船就住渤海大酒店，坐火车来的那一路呢，住的是里3客栈，这一路不用你管。
你就在渤海大酒店等着，看见来蹲步的，二话不说，见面你就请客，然后再把你的中文、洋文都有的片子往上一递，他们就得傻眼。你留过学，又有派头，又是学染织的，这在青岛可是独一份儿。咱的布和孙明祖的布价格是一样的，但咱跟他有协议啊，不能降价。我们是刚开始干，要是规规矩矩的，永远干不过孙明祖。怎么办呢？咱就暗地里拉拢客商，一批布里多给他5尺的好处，我就不信他们不动心。六哥，这样行吗？怎么不行？沈阳也有染厂啊，可大老远的他们为什么坐着船到青岛来？还不就是因为青岛的布比沈阳的便宜吗？在青岛干买卖就是钻空子。青岛这个地界，洋人收税收不着，北洋政府呢又不敢跑到洋人的地盘上来收税，大家都是图钱。什么孙明祖的老主顾，咱给他的力大，他就是咱的老主顾。只是咱刚开始干，不如孙明祖的栈桥牌有名，可是咱染出的布，生生的就高出他一头来。两家的布放在一块儿，他的布啊就是关公身后的周仓，根本不是一道局。你看孙明祖染的布，黑漆皂光的，什么玩意儿？家驹啊，你就放开了请上3桌客，拉来1个客商，你就是头功一件。请客你比我内行，只要你和这帮人吃上饭，剩下的事儿就我来办。六哥，你这么一说，我这心里就有了底了。哼，老吴，掌柜的，你去渤海大酒店订上半年的房子，这些客商都是常客，你让账房看见他们以后，只要见着来蹲布的，就上楼告诉东家。掌柜的，我这就去。去。掌柜的，咱订了半年房，还还价吗？还价呢？你照着脚后跟还，这一码是一码。哎，家驹，你告诉渤海大酒店的掌柜的，只要咱挣了钱，也有他的份儿。现在的人呐，你要不给他点好处，让他帮着咱干事儿，连门都没有。六哥，你在染槽上跳来跳去，我在酒店里看风景，这心里不是滋味儿啊！我在染槽上折腾是为了咱这买卖，你去喝酒捞肉也是为了咱这买卖。你只要拉到客商，就是头功一件。赶快回去收拾收拾，带着二太太去吧。我刚从家里撒了疯出来，我这一回去，他不会以为我怕他吧？哎呀，我说家驹，你就别孩子气了，你是我兄弟，你家大太太我也见过。他虽然没见过世面，可带到哪儿都不寒碜的。你完完全全可以把他带到青岛来，一家人既有疼又有爱，多好！你非不听我的话，你发丧弄上套和尚道似的，添这一份乱子。兄弟，本事大不如不摊上，摊上了，我看你就将就着吧啊！六哥，这半年的房钱也不少啊。我说家驹啊，我没上过学，也不认识字儿，也就知道点事儿。所谓知道的事儿，也是你天天给我念报纸念来的。这干买卖，有的钱能省下，有的钱就不能省。你省下了盐，可能就酸了酱。咱花的是小钱，可挣回来的却是大钱。你就别想钱的事儿，带上老二去渤海。六哥，你这个名字给他起得好，以后啊，我就叫他老二。老二就老二吧，兄弟，可别再整出个老三来。保护费我交了呀！哎呀，吕把头，你可没把我给吓死你！我还以为是何大根的人来了。何大庚，还他娘的何二庚呢？吕把头，有事？有事儿。啥事？您说。刚才没把你这个老小子吓死，现在就得让你乐死。有墩布的没有？今天没有。哎，你是来接谁的吧？谁也不接，我是打麻将做上家截胡。瞧您说的。我们陈掌柜的让我来给你送2个钱儿花花。陈老板送钱给我。有什么事啊？他想在你的店里放个人。谁呀？别是范大烟的？你才是范大烟的呢。
给你放一个干活的人。你别怕，就是让他在这儿盯着，只要元亨染厂的客商一到，你就告诉他，他就回去报信儿，我就来接人。哈哈，我们陈老板一年可是给你10块大洋啊！啊，这是5块定金。我还以为什么犯王法的事呢。这好办，元亨染厂西路的客商全住这儿，保证一个落不了。陈老板我见过，那可是痛快人。行，您放心了，您准保全给你接住了。高掌柜的，这些趸步的贼高的都是些什么地方的人啊？全都是潍县、郊县这一带的，最近还住进了黄华、任丘、天津附近的。这青岛的洋布便宜啊，加路费东回去合适。高掌柜的，以前碰上过这么好的事儿吗？没有。我也没碰上过啊。我是从来没碰上过呀。行，就按您的意思。高掌柜的，谢了。哟，掌柜的，您要点什么？我什么都不要。通告马掌柜的，就说大华染厂陈寿亭到访。陈掌柜啊！哎呀，陈掌柜，你好。马掌柜气色不错。哎，托你福。陈掌柜，楼上请。请。哎呀，陈掌柜啊，你的布染的确实好，既鲜亮又翠生，特别是那19蓝啊，真上眼呐。不过牌子新的，老百姓没买过，怕掉颜色。再说呢，价格不比元亨的低，所以呢，卖得不快。掌柜的，哎，牌子再新，你也不可能给我10匹布卖3月。哎，陈掌柜，您是大买卖，我们是小买卖。这小买卖啊，讲的是赚得快。你的布呢卖不动，所以啊，我也就不敢进货了。哎，不是我不帮忙啊，哎呀，我也实在是没办法呀。我来给你送办法来了。哦，陈掌柜见多识广，快说出来听听，让我也发点小财啊。小财？是发点小财。哎，你店里有多少个伙计？3个。哎，你问这个干什么？年下过年，你给他们多少喜面？就是过年的钱。陈掌柜啊，染布你是内行，这开布铺啊，你就是外行了。发什么钱？咱管饭还给钱，有那样的好事吗？这满街全是要饭的，有个吃饭的地方就知足了。这全青岛啊，没有一个布铺发工钱的。不过这大伙计就是他们的大师兄。过年回家的时候啊，我就给他一块布捎回去，给他爹做个褂子。他爹拿着这块布啊，满村里宣扬，这可是他儿子挣来的。发什么工钱呢？要是给了钱，他爹还不烧出毛病来？老兄，你这是借驴拉磨，白使唤呐！你这样，你让你的伙计年下到我那去领钱，1人1个大洋，让他使劲给我推销飞虎牌，怎么样？好啊，陈掌柜，
你把这钱给我，我发给他们，省得他们一个一个麻烦你。我要给你呀，你就不给他们喽。哎，马掌柜的，你的我另外给。你卖我1匹布，我多给你2尺的钱，也就是2毛。你卖5匹，我就给你1块。现在乡下1亩地不到10块钱呢，你要多卖个几百匹布，可就是10亩地呀。马掌柜的，这是小财吧？怎么样？好啊。二子，哎，掌柜的叫你们俩上来一下。好了。掌柜的，这是大华染厂的陈掌柜，从今天起，你们要使劲推销飞虎牌。有买布的就对他说：“飞虎牌好，颜色鲜亮不掉色。”啊，陈掌柜说了，你们谁卖得好，年下每人1个大洋。快谢陈掌柜。谢谢陈掌柜。弟兄们，我陈六子说到做到。你们要是不信呢，我马上打发人把钱送来。不用。那好，马掌柜的，告辞。去。哎，伙计们，你们呢就可着劲儿的给我卖，等发了财赚了钱呢，1块不行，咱就2块啊，怎么样？陈掌柜，哎，慢走啊。告辞。不送了。哎，告辞。好啊，辛苦啊。先生，坐车吗？你看我像坐车的吗？不瞒您说，先生，我第1天干，我哥告诉我瓜子上没补丁，我就得过去问问。你是第1天干？是第1天。从这拉到前海沿得多少钱？2分钱。不过先生，你如果真的要做1分钱，我也干，好吧？哎呀，万事开头难呐，兄弟，当初我做买卖还不如你呢。今天咱们见面了，就是前世的缘分。我今天不坐车，我在这是等人的。来，给你1毛钱，拿着。哟，这个我不敢要，不敢要。这个怎么？你怕什么呀？我既不是土匪，又不是恶霸，我是大华染厂掌柜的。你这拉车啊，得有车份儿，要是交不上就得自己赔上。兄弟啊，这做买卖什么时候都能赔，就是刚开张不能赔。来，给你1毛钱，让你开张。来。哟，那谢谢掌柜的，谢谢掌柜。走吧啊。谢。陈掌柜的找我有事儿。你给我使劲卖，每匹布里有你1尺的好处。年下到我那去结账。陈掌柜放心，这事我准办好。只要飞虎牌卖得好，咱就少进元亨那栈桥牌的。陈掌柜的，那我先走了啊。好。这六哥看上去挺土的，可是出手很大方呀，是干大事的人。你不说六哥是个土老八子吗？哎，我是嫌他反对咱俩谈恋爱，所以才这么说的嘛。他是有本事，可是他根本就不懂新式的男女感情。六哥不懂新式的男女感情？哼，六哥谈恋爱的时候，你还没上学呢。他和六嫂15岁就在一起，青梅竹马，两小无猜。哼，那只能是在书里才有的爱情，你懂个屁！哎，任掌柜，任掌柜，你好，你好，哦，我来介绍一下啊，这是我的2太太兼私人秘书王桂珍。你好。哎呦，好，来，走，来这边啊，请坐。任掌柜，要不要换一点我们这个青岛的啤酒啊？不用，客气了，不用，客气了，不是挺啊，好，生意兴隆啊！喜欢就好，喜欢就好。那不是长春的老任吗？他们怎么认识的？卢家驹是有点风度啊，你看人家那派头。派头？
他那合伙人更有派头，连一个字都不识。老任这次来怎么没跟他们联系啊？甭管了，明天一定会来的。走吧，咱们换个地方。好，来3根油条，1碗豆浆。快！哟，掌柜的，哎呦，您住这儿啊？是你啊？我拉您上工。不用，走，我不远。这一天我总寻思着要再见您一面。那天您给我那1毛钱，真是帮了大忙啊！您走了以后，我又挣了1毛1，是吗？我哥才挣了9分呢。这个钱我说什么也得还上您。哎呀，不用，您上车。哎，兄弟，跟你说实话了，我是要饭的出身。你坐车我拉你行，你拉我不行。我来青岛也坐了2回车了，我坐在上面看别人拉，心里不舒服。这你还走你没啥别扭的，你有钱人就是得坐车，我没钱人就是要拉车。你就兄弟，我这还有事儿呢。我那天看你没生意，才给你1毛钱，你这还没完没了了，赶快走吧，走吧，走吧。啊，走，快！哎，小妹妹，你们这人来人往的，这是干什么去？我们要游行，反对把胶州湾割让给日本人。哎，这事儿你不懂。老吴，哟，东家，掌柜的不在，掌柜的出去了。老吴啊，咱这货走得怎么样？东家，这外部出货明显见快。咱这飞虎牌总算是漂洋过海去了东北了。哈尔滨老孟啊，又来电报了，让咱备货。东家，这都是您接来的。这渤海大酒店没有白住，这才几天啊，这房钱全挣回来了。光挣房钱还是不行的，还得盈利呀。东北那些人挺豪爽的，比乡下那些小布贩好对付。对于我来说，做这个生意还是可以的啊。还是六哥说的对，有些钱啊就得花。东家，那些个小布贩让掌柜收拾的也没脾气了。现在啊，咱们是20匹起卖，以后啊，这1匹2匹的还管什么中午饭，咱就不伺候了。现在孙民祖已经知道我们在渤海大酒店劫了他，待会六哥回来，我们还得商量商量。要是他也上那去住，咱怎么办？东家，这个事儿你就有所不知了。那些客商以往是自己花钱住在渤海大酒店，现在呢是咱们花钱让他们住在临海大酒店。这临海大酒店是环太苗家开的，当年掌柜的去苗家要饭，正赶上苗老太爷的儿子留学回来，他就是现在大名鼎鼎的苗汉东啊。哦，现在苗汉东在济南开着面粉厂，当时他一见掌柜的可怜，就给了掌柜1个馒头。从那时起，掌柜的年年去苗家拜年，10几年，年年如此啊。进了门，二话不说，跪下就磕头。这苗先生是大为感动，多次想让掌柜的去济南跟他干，可掌柜呢不忍心扔下通和周老爷这一家人，所以呢就没去。现在咱们住在临海大酒店，掌柜的本是想回报当初苗先生的1个馒头，没想到这事儿啊，让苗先生知道了。从济南发来电报，让酒店不收咱的钱，还说等买卖干大了以后再说。这酒店不接待孙明祖，吃可以，住宿不行。
他不能住店，怎么接待的客户呢？东家，你认识苗先生吗？苗先生是山东最让人敬佩的工业家，也是留学的前辈啊。他是带着清朝的辫子去的英国剑桥，听说人也长得极其的气派，只是无缘一见。等哪天有空的时候，让六哥领我去济南见见这位苗先生。哎呦，东家还不止这些呢，苗先生还来了信，说是咱的钱要是不宽绰的话呢，只管说。哎，东家，你说这一个要饭的和这一个留学的，那可是天地之别呀。掌柜的能被苗先生这么器重，哎，看得出咱老爷的眼力来呀。老吴啊，你去把苗先生写的那封信拿给我看看。哎，大姐，你知道外面这么热闹是怎么回事？嗨嗨，这跟咱没关系。你怎么知道没关系？说怎么回事？哎呀，六哥，你先别急呀。哎，是这样啊，中国呀参加了欧战，也是战胜国。在巴黎和会上呢，这个美国和英国想把德国在胶州湾的利转让给日本，所以学生们就游行。报纸上说北平啊闹得更厉害，上海也闹，咱这碗刚开始。咱管不了这么多了，我看学生们游行啊都举着帆。老吴，你叫上几个人跟着东家，把咱仓库库存的40匹窄服布找出来，全部做成帆，让学生们打着满街跑。六哥，哎，那不是帆，发丧的时候才叫帆，是横幅。行，不管叫什么，反正就是学生们举的那个东西。你这样，正面打着游行的字，背面写着咱的飞虎牌。你告诉学生们，咱这是送给他的，不要钱，只要他给咱打着就行。另外，你让吕登彪联系各个学校，咱在厂门口摆个茶摊，一边送茶水，一边送饭。快去。六哥，这主意好，太好了。掌柜的，这40匹布可是不少钱呐！哎呀，老吴啊，你让我说你什么呢？这40匹窄服布放在仓库里，狗屁不是，打到街上才是钱呐！赶快去办去！哎，快去，你也去，我去。谁啊？看见了吧？这就是陈六子的精明之处。不光这些，这陈六子也不知道使了什么招数，让这些布铺的小伙计们拼命地为他推销这个飞虎牌。如果照这样下去，过不了几天，看来他又得上一趟染槽子。不是陈六子，是卢家驹，人家是留学生，那些招啊都是从国外来的。那个小白脸是个摆设，你懂什么？那个小六子才是主事的。哎，你是不是对这个小白脸有什么意思啊？卢先生就是有派头，人家在渤海大酒店里办公呢。办公？他是在劫我的客商。咱们也能劫啊，我比他更能劫。可你不是怕花钱吗？咱还用劫吗？那客商本来就是我的，要不是大华给了什么好处啊，他劫也劫不去。一会儿啊，我就派人去打听打听，看他们暗地给了多少好处。这还用问吗？大华给他们的暗扣，肯定少不了。这些人得了好处，谁还愿意上咱们这儿来呀？我跟你说了多少遍了，现在的青岛不比从前。多了个大华，咱们自己控制不住了吧？
那个布铺我也问了，陈六子许愿过年的时候给布铺里的伙计每个人一个大洋。昌邦布铺的伙计们亲口告诉我的。我说明祖啊，咱们也该改改了，再不改，这买卖越做越小。你看，这些天咱们才出了这么一点点货。唉，思雅呀，不是我不让你到渤海去接那些客商，关键是这些客商啊来了，和这个陈六子一接头，就不住在这儿了，住到临海去了。那咱们也去临海啊？你知道临海是谁开的？苗汉东，山东最大的工业家。那两个人现在是兄弟相称哎。嘿，你说也怪了，这一个要饭的陈六子怎么跟他攀上了呢？这彪呼呼的，那么看来这个人还不能小看他。那是陈六子，他自吹。苗汉东能认识他？那苗汉东亲自给临海大酒店发了个电报，你要说是去住店，那个账房先生马上就把这个电报拿出来给你看看。哎，对，我还抄一份。我这，你看，我弟在清，生意出兴，食宿免费，巨贵汉东。你看，这能是一般关系吗？啊？这陈六子还真有一套啊！哎，明祖，这上面也没说不让咱们去啊。那你去住住看看，他要敢让你住，他那饭碗子就砸了。你说这个陈小六子也是，你到哪儿去不行，非得跑青岛来乱我干什么？你真是的！敢放着钱不挣，帮着陈六子。哎，会不会他在大华也入了股了？啊？如果是那样，就更惨了。我这点实力，根本就没法跟人家苗汉东去拼，那差远了。干娘，福星醒了，赶快去看看。你喊什么呀？他就是不醒，你这一嗓子给喊醒了。行了，你快去。好了，不哭了。哎呀，行了。哟，咋哭了呢？没事呢，哄哄他就好了。这个小六子，知道天老儿也不说回来看看，是吧？男人没当过爹，不知道是怎么回事。喜是喜呀，但不揪心。可要是让他见上一面，那就不一样了。娘，那我就抱着福庆去趟青岛，让他看看孩子呗。那可不行，孩子还太小，这天儿又稳不住，忽冷忽热的，别再闪着了。你坐。这个小六子啊，一干起活来就不要命，跟得了野马星似的。卢家这回真的是顾着驴了。卢家少爷人挺好的，但干不了什么。厂里的事儿啊，都靠寿亭在顶着呢。彩琴啊，寿亭这样的男人不好找，别怨他啊。这样，到了夏天啊，我让柱子送你去青岛，让柱子他媳妇儿也抱着他儿，寿亭见了呀，肯定高兴坏了。哎。柱子，我看六嫂这2天不大高兴，是不是想六哥了？不光他想，我都想。我说呀，你会写字儿，不行，你明天过去和彩金商量商量啊，给刘哥写封信。咱爹虽是会写，可这不方便。写也行，可六哥不识字，还得让卢少爷来念。这夫妻间的信让外人念，不太好，你说呢，柱子？没事儿，也就是说说心里话，又没别的。我说啊，你也别等明天了，你现在就去彩琴那儿，先陪她说说话。哎，哎，
拿着你的家伙事儿和彩琴商量商量啊，今天晚上就写。咱爹呀啥都好，就是当初没教我们仨识字儿。彩琴写不了，六哥看不懂，可气死我了。哎，快去呀！哎。掌柜的，掌柜的，你快去看看吧，东家二太太来了，在你办公室里，哭哭咧咧的。你说他这是为什么？咱当初从渤海大酒店撤出来，是因为不用在那截胡了，也没跟他说在那住一辈子呀。好像不是这回事儿。他现在是小哭，一会儿撒起泼来的话，那可麻烦了。东家以后怎么见伙计们？什么忙也帮不上，净是添乱子。停！有什么说什么，咱这是工厂，不是你家，你闹什么呀？为什么闹？陆家军这个没良心的！停！你知道我脾气急，你再闹，我让人把你轰出去。说为什么？六哥，你得给我做主啊！做什么主啊？家驹也不在这儿，我做什么主啊？有什么事儿说。六哥，家驹她见我怀孕了，又在外面找人。找人怕什么呀？他找谁了？是电报局的，叫欧阳一凡。这名字是他自己后来改的。他和我同学，原来叫欧桂花，现在名字里多了个杨，故意弄这4个字的名字勾引男人。改名就能勾住男人？那你也改啊？他不弄4个字吗？你弄5个字，咱比人家多一个。六哥，我知道你爱开玩笑，可是这不是开玩笑的事儿啊。家驹他是有妇之夫。二弟妹，这事你早该知道，家驹早就是有妇之夫了。哼，到你们学校讲了2堂西洋景，你们就好上了。你这现在还怀了孕，他家里大太太还没怀孕呢。你这要是生个儿子，长子不是正出，这以后家产怎么分呢？这都是麻烦事儿。再说了，你还从来没回过张店见过家驹他爹他娘吧？年下我回去见他二老怎么交代？人家问了，我让你看着家驹的，你怎么看呢？他是大人了，不用你管。那好，那还是你管吧。你要是没有别的事儿，我这车间正忙着呢。啊，六哥，家驹最听你的了，你就说说他吧，六哥。别，家驹也不是听我的。你看你们俩当初弄的啊，昏天黑地，烟火流星的，你们俩都差点忘了自己是公是母了。当初我就不愿意，可结果呢？啊，不但没劝住，反而把你给得罪了。那家驹逛窑子，你也不管啊？不管。买卖人这不算什么大事儿，但老师不能逛。当老师要是逛窑子，他没法教学生，是不是？我说二弟妹啊，你和家驹弄的这一出本身就不对。家驹家里的大太太是人家表妹，咱这买卖里用的还是人家的钱。现在家驹找了你，人家会怎么想？哦，我出的钱让你在青岛弄了个小的，人家想起你们这一出啊，心里跟吃了个苍蝇似的。你说乡下女人有什么？不就有个男人吗？你还跟人家抢？哦，现在你同学跟你抢，你就受不了了。行，这事儿我跟家驹好好说说。你呢，也就八仙桌子盖井盖，随着风就着圆吧。回去对家驹好好的，你只要对家驹好，他心里就有你。不管你的同学的名字是4个字也好，5个字也好，只要家驹不动心，他一点戏都没有。你就按我开的这个方子抓药，要是不灵，你再来找我。
那他找也行，就是不能找欧桂花。这有什么不一样？反正都是女的。那不行，他在学校的时候就和我不合。你要是不按我说的这个法子办，他真能把你的同学娶回家。二弟妹，那4个字的真要进了你们家门，你合也得合，不合也得合，你是一点招都没有。你俩一个男人，这既不是妯娌，又不是二乔的，怎么个叫法我不知道。哦，对了，你们俩的孩子将来倒是一个爹。刘哥，让那红走了，干得好事儿！哎呀，其实我就是跟欧阳吃了顿饭，让他看见了，没他说的那么真。什么欧阳欧阴的，你给我打住！你本来弄了这一个，我都没法跟你爹交代呢。你要是弄上俩，那整个张店城不笑掉大牙。家驹，你也老大不小的，你说咱俩人在青岛干买卖容易吗？家里人都盼着咱俩有出息呢。你六嫂要是知道你唱的这出鸳鸯会啊，明天准来。你听见没有？打住！好，打住。六哥，我打住。其实我跟欧阳不是真的，就是闹着玩儿。有副对联是说唱戏的，是这样的，金榜题名须富贵，洞房花烛假姻缘，用在我这儿特别合适。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？你呀，赶紧把这事儿拾掇利索了啊，带着老二好好过日子吧。